TVB 公布嘅一周收視報告，係聯同香港3大商營電視台以及超過10個廣告商會聘請 CSM 媒介研究公司收集1000個家庭數據，同時加入全球知名影音數據分析系統 Ubora， 收集觀眾響網頁、手機、智能電視上嘅數據，即係我同你經網絡串流收睇，都有機會被統計在內。收視報告包含多項數據資料 ，TVB 星期一公布嘅係當中一項直播收視數據，唔係直播時段收看，係唔會計算在內。即使你第2日經串流收看，係唔會列作直播收視入面。點解唔單純用點擊作計算？因為同一個節目，一個人可以無限次無限期點擊累計，直播收視就只計算直播當日即時數據。100個人每人買1支汽水，同一個人買100支汽水，呢個就係點解要睇收視，唔係睇點擊嘅分別。多謝你嘅關注，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有時間不妨瀏覽我哋嘅網站，睇下仲有乜嘢啱你。下集見。